在地上大条，咱要来看高铁有一帮上北的列车，昨昏早起为左营要驶去到南港，本地8点26分的时阵会到板桥，不过车门无开，就怎安尼直接驶走。高铁有相信讲这是人员的过失，会做内部的调查，估计有150个乘客受到影响，所以会退50趴车票的钱来做补偿。 要到板桥站的旅客，请在台北站下车。坐车民众准备落车到板桥，无想到车顶公布竟然爱旅客家己台北站落车，让所有旅客感觉真意外。因为10时早起高铁上北的列车，原定8点26分停板桥站，无想到驾驶过站无停，直接开到台北车站，地是为少通勤族上班上课地道。上班族那个差1分，他就会变成会被扣钱。 那你要怎么赔偿人家？一定很不好啊！应该会想办法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赔偿我啦？对啊，大概是会找柜台求偿这样子。台湾高铁公司表示，列车停靠板桥站的时阵，因为认为疏失，历史车门无开就驶走，所以安排原定板桥站落车的旅客，伫台北车站落车了后，转坐上紧发车的罗南列车登去板桥站。若是原定板桥站上车旅客，是安排坐上紧一班列车上北。 如果有足够的停车时间，它可以跟前后车都可以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间距嘛当然也比较安全。但是最重要的，它会影响到我们乘客的搭车上下车的权益。 针对这起突车事件，台湾高铁嘛发声明指出，经过调查，差不多150外旅客行程受影响，嘛当针对这个失误做检讨，旅客赔偿会采取确认来认定，除了退还失收票价50%以外，然后搁赠送礼品表达失礼。高铁公司会赶紧完成内部的调查，确保类似的事件袂搁发生，也伫调查结果出来进前暂停这个驾驶的勤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